特别过年咯，这个会库的库存存无到5天。台湾会议基金会甲同济会21个分会联合来举办着188场的关会活动，呼吁乡亲出门关会，救人一命。剪彩开始，请各位用剪。 大家做伙剪彩，宣布关会接力活动正式开始。但年到年一卡到会库，因为爆工爆业休困，加上天气寒，民众无爱出门，造成会库欠货。为了保护台湾会议基金会和同济会，小连续18年来举办关会活动，呼吁民众做伙来关会。台中地区的库存量剩下不到5天，大家都还是会有所担心呐。所以整个的库存量呢，我们期望在春节之前呢，能够提升上来，让我们的春节用血不虞匮乏。台中关会中心主任讲，春节真侪患者嘛想要回去故乡过年，所以会库用量嘛变侪，希望在过了过年前会当补库存，尤其以 O 型、A 型和 AB 型的会量较少。同济会董事嘛来斗相共支持，当年固定来关会。捐血的活动是每年都有在举办的，所以今年刚好接到我们圣罗兰做一个承办会，来到这边，那呼吁大家共同来捐血。今年同济会拢总有21个分会来赞声，希望透过企业串联的方式，招愈侪人来关会，希望民众会当80分钟的时间，和需要用会患者，买当伫咧家己的故乡过好年。